群玉媽媽仲係 BB 嘅時候，撒旦已經用盡千方百計想奪去佢嘅性命。喺佢未滿1歲嗰陣，就已經接受咗一場大手術。又有一次，佢唔小心吞咗個硬幣，當堂面色發紫。好在喺最危急嘅關頭，俾哥哥發現咗。呢一切讓群玉媽媽確切咁知道，若非神一直以嚟對佢嘅保守同埋眷顧，至今佢仍能存活嗎？記得群玉媽媽講過，佢出生於一個卑微嘅家庭，爸爸長期患病，欠下累累債務，所以佢媽媽毅然背起咗養家嘅責任，棉乾絮濕，含辛茹苦咁養大佢哋4兄妹，一家人靠綜援度日，經濟非常拮據，只能靠政府派嚟嗰啲長滿咗谷牛嘅救濟米。喺貧窮缺乏嘅環境下成長，周遭嘅資源雖然十分有限，但卻令到群玉媽更加找緊神，以神成為佢一生嘅依據。喺群玉媽媽嘅童年，佢成日跟住3位哥哥四處流連，喺橫街窄巷奔跑，喺天台來往穿梭，從一棟大廈攀到另一棟，可以話險象橫生。曾經去水間捉蝌蚪，每當雨後去踩水凼，又嘗試去銀行揾印度裔嘅保安傾偈。群玉媽媽嘅童年就係咁樣度過。神嘅恩手一直保守群玉媽媽，喺佢身邊默默咁引牽，直到有一日，群玉媽媽響舊教會接受咗主耶穌成為救主，更遇上咗展明校長同埋綠豆師母。喺群玉媽媽嘅禱告裏面，佢曾經向神祈求，希望能夠嫁俾一位領師。後嚟佢真係嫁咗俾展明校長。佢唔單止係領師，亦係喺石安帶領音樂侍奉嘅負責人。衷心感謝神無微不至嘅奇妙帶領。群玉媽媽更因為綠豆師母嘅緣故，認識咗日華牧師。從此，群玉媽媽嘅信仰旅程展開咗新嘅一頁。因為佢作出咗一個重大嘅決定，就係離開舊教會，跟隨日華牧師，開始咗石安教會。喺教會建立嘅初期，群玉媽媽唔怕艱辛，帶住堅毅不屈嘅性格、心思細密嘅優質，協助綠豆師母建立教會裏面多個不同嘅部門。喺呢30幾年嘅信仰成長歷程當中，群玉媽媽至死忠心，緊緊跟隨牧師師母，以神嘅無限不斷擴展自己嘅有限，更竭力栽種、扶持身邊嘅人嘅信仰，幫助一班屬靈兒女訓練門徒，成為師母嘅助力，同心同步跟隨教會嘅步伐，往屬天嘅道路勇往直前。